最近呢，我就經常出現呢啲狀況啦。我平時去超級市場買日常用品啦，發現嗰啲產品嘅成分啦、到期日，我係睇極都睇唔清，永遠都要揾個手機呢，影完之後就放大嚟睇，唉，真係好麻煩咯。仲有呢，我經常都要用電子產品嘅，因為長時間剪片，又要睇手機啦，長期對住個 mon 就會有一定程度嘅藍光損害啊。好容易咧，令到我哋嘅眼部肌肉持續咁樣繃緊，導致眼睛疲勞啦、乾澀、刺痛、視力模糊等等啊。其實咧，我之前咧都有比較過其他嘅眼部產品嘅，發現市面上大部分嘅護眼產品主要嘅成分咧，只係得鋅同埋葉黃素，功效咧就較為單一，成效相對咧就冇咁顯著啊。而且好多嘅護眼保健品成分缺乏咗維生素 A， 而且唔係每一款產品咧都有專業人士認可。最後好彩有朋友介紹咗我食 Pure Vita 眼精靈嘅加強版，解決咗我護眼明目同埋眼退化嘅問題。我咧食咗幾個月之後咧，而家視力咧真係好咗，睇嘢清楚咗，連我個仔咧都話我而家雙眼精靈咗，手機咧都唔需要再放大嚟睇。真正係高效抗氧、逆轉眼齡、保養高清視力。Pure Vita 眼精靈加強版研究實證，產品特別添加咗棗紅素，抗氧力比維他命 C 高出6000倍，有助改善睫狀肌嘅功能，抵抗紫外線，並保護黃斑部免受光線傷害。產品含豐富嘅葉黃素同埋玉米黃素嘅萬壽菊精華、月骨、鋅等等嘅有效成分，能夠快速舒緩眼睛疲勞，可以促進眼睛微循環，過濾有害藍光，保護視網膜，維護黃斑部健康。另外，佢額外添加咗維生素 A， 有效支持視網膜嘅健康、夜視能力。而且佢有專科醫生、美國及香港註冊嘅藥劑師推薦，加拿大製造，係全效保養眼睛嘅護眼產品。產品係冇藥性、全天然、零負擔。我真心推介 Pure Vita 眼精靈嘅加強版，佢可以有效同埋輕鬆咁樣全效保養眼睛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香港嘅屈臣氏或者 Pure Vita 純之益嘅官網購買，